2025年3月19日，四旬期第2週，星期3，榮福童貞瑪利亞之淨配聖若瑟。主題：若瑟，信德的典範。達味有一個為上主建造殿宇嘅計劃，佢認為自己身居美麗嘅皇宮，而上主嘅約櫃就留喺帳棚，咁樣係不可思議嘅。佢向納堂表達咗呢一個願望，納堂亦都予以鼓勵，但係上主介入並改變咗佢哋嘅計劃。首先，達味雖然係以色列最優秀嘅君王，但係佢唔配為上主建造殿宇，因為佢曾經係一個軍人，傾流咗好多人嘅血，而為上主建造殿宇嘅係佢嘅兒子撒羅滿。呢個名字象徵住和平。然而，關於一個承繼者嘅承諾，天主將為佢確立咗永恆嘅皇位。佢將為天主嘅名建造殿宇，不可能嘅係比撒羅滿，一定有一位比撒羅滿更加偉大嘅嚟做呢一件事。今日嘅福音嘅主角有住佢嘅著名祖先嘅名字，喺創世紀中嘅若瑟，以佢嘅夢同埋佢拯救家人免於饑荒而聞名。喺瑪竇福音中，若瑟有4個夢，都係為咗保護瑪利亞嘅兒子。因此，瑪竇福音中嘅若瑟重新扮演咗佢祖先嘅角色，而且係更高嘅層面上，作為救世主嘅保護者。但係喺呢件事發生之前，有一個問題必須先解決，呢個就係許配俾若瑟嘅瑪利亞懷孕咗。大多數人都相信咗注譯嘅指出，根據猶太嘅法律，訂婚係具有法律嘅約束力。呢個意味住訂咗婚嘅若瑟同埋瑪利亞喺法律上已經係夫婦。但係猶太傳統嘅制度，男女二人喺訂婚之後嘅一段等待期，過咗呢一段時間，兩個人先能夠同居。喺呢個等待期間，年輕嘅新娘不忠係唔可以接受嘅。不過喺耶穌嘅時代，好少對不忠嘅人執行死刑，甚至幾乎係冇。而係另外有2個選擇：一、公開休妻，喺呢一種情況下，妻子可能會蒙受羞辱，而且遭到整個團體嘅排斥；二、私下休妻，即係丈夫只需要寫一份休書，並喺2名證人面前交俾妻子，咁就可以。後者正係若瑟打算做嘅。但係嗰個時候，上主嘅使者就向佢解釋咗所發生嘅事。那在他內受生的，是出於聖神。瑪竇福音1章20節。信賴係若瑟對天使所傳訊息嘅反應。瑪竇將若瑟描繪成一個信德嘅典範，就如瑪利亞對天使講：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。路加福音1章38節。呢一度亦都係若瑟遵照咗天使嘅說話表達出嘅行為，有着同樣嘅意義。古代嘅以色列起源於亞巴郎同埋佢對天主嘅恩許嘅堅定信仰，他在絕望中仍懷着希望相信了。羅馬人書4章18節。據瑪竇所講，新嘅以色列喺佢開始嘅時候已經有若瑟，一個信賴同埋義德嘅榜樣。亞巴郎嘅信德曾經喺以色列民族嘅曙光中閃耀，而若瑟嘅信德正係喺基督嘅教會新以色列嘅曙光中閃耀。聖若瑟係我哋嘅榜樣，我哋有對天主類似嘅信德嗎？聖經為我哋記載咗天主嘅聖言，
教會通過感恩聖祭向我哋宣講住天主聖言。我哋願意信賴聖言嗎？我哋係唔係都能夠講出瑪利亞所講嘅呢？同埋若瑟以行動所表達出嘅呢？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。聖經嘅核心信息就係聽從天主，僅僅相信天主嘅存在，並擁有所謂理智上嘅相信係唔足夠嘅。真正嘅信德表現係聽從天主嘅話語，而若瑟完美咁樣為我哋展示咗呢一個聖經真理。大聖若瑟，請為我們祈禱。